哎呦，风势那才重啊！八风吹来令地叫，中秋过了生死。 家心和兄弟，来去当真的呀，多的。啊，人讲哦，台底上义气，那我是靠台底在赚钱，讲到台底真趣味哦。 一脚步溜起来，低落去，一刀准甲伊插落去。嘿嘿，三人的手就上菜市啊！若要论讲买卖做生意，人拢嘛好咯，我故意卖肉就甲人串起起，掠底就甲人扭边边。肉头肉尾出甲哩，我阁袂好价钱哦。啊，当着顿市卖袂去，我就独独的分互遐个散厝边，是讲都可惜咧。 可惜爸母都太早死咧，我也无姊妹啊，甲兄弟，安尼家己洗衫家己煮，有时受着嘛足虚微。啊，讲这无效啊，我还是来去做生意啦，光到安尼就赶紧来去决定。踢着猪卖鸡，踢着狗卖好，是去踢着什么？哎，嘿，啊，这个少年仔嘛真怪奇。 眠床毋困，讲困路边，若无赶紧甲叫醒，活袂到暗暝哦！较紧，较紧。少年诶，精神哦！梦梦。 烧酒先甲灌落去，你才袂骹手啊，安尼灌啊，你起起来，灌落灌。啊，对啦对啦，我遮有烧番薯的啦，先甲推落去，袂饱肚暂时哈。先食了，先食了，汗都掉。唔当加着，我说无汗是加是落海哦。哦。
少年诶，啊你那样奇怪啊？无代无志，怎倒在山边啊？这是安怎？温馨听水啊！嘛只一个番薯甲烧酒名，你也客气甲安尼啊？免啦。我为父可定安静来啊！官道无产是结合之意，我以三甲行李是比手亲，难道雪中是现送生啊？可怜可怜来真可怜来，我辛苦拄好有早5两银，一半送你，搁惊啥钱？我怎好接受你的旨意？我紧啊，来，我紧，收来哈！多谢温别馨。客，别客。打我无用是袂来去啊！就此甲你是袂相识。请问，我请问温馨，你叫做什么事？我请问温馨，你何处地安居啊？哦，算是我的名哩啊！你问我这是要创啥物？你是何？是啊，大哥。不敢当哦。也小弟今天我做救难来啊！心梦飘情，我心不安。温馨你若是无嫌我善，我希望甲你是记的金兰。什么是金兰啊？这金兰就是作为兄弟意思啊。做兄弟哦。是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是啊，嘿嘿。我无大弟啊，也无小弟啊。我请问温馨，你的年纪？年纪有鱼鸡，有肉鸡，啥是年纪啊？大哥，啊，年纪的意思是问我你几岁啊？我几岁啊？是啊。好山我今年拄好20岁，也小弟比你有较慢。哦，我做大弟来你小弟啊！那歹势，互我搁甲你骗。咱家金兰啊，做兄弟，爱死的我嘛情不离。过往的生命来做干弟啊！啥人若反背，就无心思呀！面前是拜过咯，面前是，起来，拄仔咧拜高拜地，讲到即马结拜做兄弟啊，也毋知你叫做什么名啦？我你什么名啦？小弟姓朱名文静。朱文静，文静啊，嘿，这名好叫，可好听哦。安尼毋都文静啊，小弟啊，山大哥啊，小弟啊，大哥啊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！咱雪中来相逢啊！讲几个字，就行来赴考，我是情义啊！大哥，小弟啊，小弟留听，你来留分。
哥啊，你富贵是呀那樱花富贵哟，我不必希望兄弟啊，咱是两靠把的。小弟大哥，你哪可不会了？在马边看去，等来家我是何太弟？太弟，太弟啊！大哥，啊，你是一个太弟的啊？是啊，太弟对啊，太弟嘛是咧做生意啊。迄人讲打拼总会出头天，看赢有路无底去，做去食咧我庙边啊，对无？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大哥啊，小弟需要赶路，我想要告别了啊。要走啊？哦，好啦。小弟，来，文静，你甲看卖哩。路霜雪冻，天气冷呢，出外不比在家庭，要无安尼啦。我这领棉互你穿，你才袂鼻水流袂停。唔免啦，啥物唔免？唔免甲安尼啦。哎喏，穿迄个小无寒着要安怎？免啦，免啦，穿的啦，来啦，穿的才会烧，嘿，对，穿的才会烧吼。哎，你甲看卖啊，安尼有加足烧无？有无？有啦。唔通寒着要去做官，行城一逝路遐远的对无？唔通寒着。哎，兄弟啊，我未交代好，来，我未去甲你讲，大哥我拄爱麒麟巷，大家拢捌我抬猪仔山，无钱通用免乱谈，转来找我无为难。哦，我会记的啊。会记哩吼？会记。啊，要记着细年啊。我知。好啦，保重啊，顺行哦，顺行诶，靠袂牢，我紧转来到后台底啦哈。行好诶，细年哦，你就不发笑。无啥会寒哦。我看，我都爱起脚咯。啊，若无我搁带只小蛋，怎寒到头黄黄紧来酸咯。启禀相爷，辛苦状元朱文静贵府拜见相爷。快请！遵命。有请状元公。乍里羡慕披彩虹啊，金雕的几条寒冬，灵感的是落地客，虽不见我心红红。
在上，就好像大礼参拜。以上元果言，人品专定啊！我拜老贼之位，错得公明。有意受遗嘱，含我传情。不定伊假应受我见机啊履行。将元公请去，下相爷，来人咯！酒宴摆开。学生做打扰相爷呢？将元公又何必客气？下相爷，酒宴摆好。请坐。元公，上元公，上元公干杯啊！好，唱得好，舞得妙啊！歌舞美妙，舞娘更加可怜呐！将军，你来。见过相爷，见过上元公。是。见过状元公，姑娘，免礼，免礼。上元公，哦，相爷，看你这样心无将军。若有有意，将将军送予你，也好伺候上元公啊。相爷，学生我风流便在主，
我得说，学生怎敢见怪呢？老夫连衣花甲，漆下无主，听说中元公相亲计谋，不如咱来引为辅助啊！恁为父主走。拜见相爷，小人奉命。中元公不是外人，滴水不红。是兵相爷，当家母家弃家逃走，衙民保住，唔知去向。继续所吹，吹无保住，也要杀人灭口。对。中元公，方才老夫对你说的，不知中元公意下如何？这。学生不敢啊！阮兄也已在调，将官兵，你若随伊必有来贺天边。我将天答应，抛下兄爷你轻吹情。赶紧爬起，赶紧爬起，面前我儿呀，爹亲我儿，爹亲啊！只要我儿听呼令，无你过关骗局，步步高升。多谢爹亲，爹亲啊！呀！
亲，迄边遐有石头通坐，如哩扶你来遐休困。行，来，细丽哦。母亲，你着暂请啉来，待女儿去找人讨一碗水来互你啉。你都爱较细腻的，你知？女儿知影。市民百姓注意，辛苦状元当代艺术朱文进，防止往内山进香，由此经过，将百姓肃正花票。也可怜听到状元呐。大人，请借问，新科状元是何方人士？家眷可是在乐山啊？可说，状元公自细汉无爸无母，哪有家眷？全中安城，谁知伊是杨身上的义子？什么？杨老的义子？哦，姑娘大人。请借问，姑娘大人。吹死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将这老母给他拖落！姑娘大人啊！姑娘大人啊！大宴会，虽不动心。会是我忘了腐朽家己，因会是我愿做迄个乱流之人。人讲水往下流，人拢也相知。为了前途事业，又怎能怪我？血本也忘记，呵，呵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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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去大地，天地要光，我要准发来。打大肠，一苦地啊，你都练啊练去光啊，你都练啊练去光。一人大骨，花空堂。我的心，花见藤，头过那梅路，参马乌藤，海地滋味啊，你都真啊真好耍啊，你都真啊真好耍，他赢伫地做，上啊元两哦，他赢伫地做，去了上啊元两。将元公有此经过，因人闪开，速成花票。因人闪开，啊，我无用咧做生意，安尼我毋是用人，安尼我免闪无要紧，我搁来做生意，要知心知肝知大肠哦。闪开啊！哎呀！一段北来煞车倒去啊！这粒猪头我练一边，地心摔啊变，哎呦，大肠目屎高高甜啊啦！哎呦，你找死哈！哈？你讲啥？我找死哦！你这个人有够无道理呢！你讲用人爱闪开，我无用咧做生意啊，我当然免闪啊！陪我大头啦！好说来呀！终于呐哈！哎婆！过来个！上爷，有一名狂徒冲犯义中，将猪头猪心插到满街上。猪头、猪心、五鱼生猪，猪官话就是猪，分明含沙射影，鸡松马怀来呀！将此人压下斩。遵命。放开啊！今日皇旨行凶，不可杀人。将军，将伊赶走就是。是。哎呦！哎呦！迄敢毋是文静啊？啊，去边啊！去边啊！文静啊！拜地啊！啥时间拜地？啊，你煞袂认了？我着恁结拜大兄乌山啊！会你当时做官？呸！一派恶言，哪里将伊拍走？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已经将伊拍走了。开走！准备。
看见呀，阮老娘亲，我又惊又喜，也又会伤心啊！我你当蛤蟆，该来杀人。也笑你因欺负啊，我的两个伤心呐。我你为何不肯说来见面啊？我早已提明，我甲兄是无亲密，无非是嫌我会说你来提面。如今我何来一位的老娘亲啊？来呀！本官要再出关相红景，恁在前面等候，不准打扰。哎呀！我若是要嫁某，是来小人啊！离婚啊之前，我必定会带好恁心。我若是不嫁某，是来小人，我违背天理，是难免受罪哩。要你何时好？我要你何时好咯？我女为何蛤蟆？这哦，爹爹，你看这八桥身有随风飞舞，心是阿官，你是要在此官相一番啊？随后就赶来。你晓你。金了，金了，金了啊！你啊，母亲啊！母亲，自从海里甲某失散，我时时刻刻拢伫挂念母亲你一人啊。为娘也是甲你同款，思念囝哩。你啊，母亲，为娘要来问你，方才桥头迄位，到底是何人呢？我看你叫伊爹亲，究竟伊是何人呢？伊乃是，你讲啊，伊乃是，伊是什么人呢？母亲啊！害你来行，可
怎样嘞？伊到底是怎样啊？已经不会受我做命令。是杨丞相杨哪伊？伊是你雪路的少年杨哪？你要人行世事，为了已经将实情对你讲明了。你，母亲这个铁士。抛弃你不陪来做，我当家是的囝儿。你不忠不孝，你无良心，往情义团，你袂输是那情事。渐成泪停止，你莫以后以为怪害你。当你爹亲，伊的丧命啊，早是爹伊自父用力当兵当机。母亲，你在听，害你讲啊，为我破鬼是处处灭亡，咱人应该着见风转倒来飘浪，咱又何必当上家来利用头壳？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铁生啊！为娘家梦，请你将大保护守，罪在你，贪多令我比袂受，如今你若是不肯来回首，无怪为娘啊，不帮你干去。我已赶紧来呀！哦，是，你马上随去呀！我不准你去。母亲，你何必这么不顾呢？你宁拆作父，宽恕为娘，这么不顾你呀，你真心轻回头。母亲，为了养我甲富贵，请母亲恕下你难以救命。放手，母亲，放手，我不放手，你放手，我绝对不放手。哎呦！你这个铁死啊！我铁死你！哎呀！慢点！我亲，你放手！你这个莽撞背叛，你国家专无，放手！你会受报应，你会受天打雷劈！哎呀！
无你也唔结拜用棍头甲我死，就算关过人大生死，我看你后日也敢也有心思，伊啊落雨我咧搁在意，看你日头敢有心啊是自我文静，自我文静！你这款臭人，你若死吼，你的骨头狗都唔甲你剥。还是讲死骨头狗都唔甲剥，免讲嘛无信息，我都无啊。有人哦，都要我丢人。有人哦，呀！有人跋落水啊！叫你就无救的，要收无？阿婆，哎哟，你来行路遐无细哩，跋到一身躯澹滴滴。恁兜住倒位？我赶紧送你倒转去。哈？住倒？莫哭莫哭。呀，阮厝的龙啊！你家己一个哪行这远来遮？哈？原本我身边是有一你，我惊的来厝，最惊你啊！恁后生甲恁查某囝咧哈阿婆，恁后生咧？阮囝的已经就要受死，是啊，可怜。故你的气气哦，伊会来不治。阿婆啊，你唔通哭啦，你哭我会对你哭，你若流目屎。我嘛会目屎流，可怜，伊孤苦，我歹命；伊死囝，我死啊尔。不如我互伊做客囝，我来认伊做阮阿娘。对啊，安尼伊毋则袂枵死，我嘛有人通我教示，这叫做两全其美。阿婆。我甲你参详一件代志好啊！你细只母红啊！讲无要紧吼。是啊。阿婆。喂。乌山是我路，下命里呀我的头路啊，是得海。呀哩，父母老早搁着过世，细汉流浪啊，走过哩呀哩，无爸无母咯，行家是哩，我也捌做差啦，大人头。你是呀的，无人讲到是半小时，手卡洗手啊，才学开滴呀的，
我是诚心甲诚意，你也生做我真慈悲啊的，当我做人咯。真可以你请勿去嫌恶，收我做孩儿啊！呀，你若答应，咱就倒转去。你照顾我，我奉太你，我有孝母亲啊900年。呀，哦，这都你若无答应我，我会见消息哦。哎呦，我哪会唔肯答应？哈！你这摆讲什么？我答应你。你就是答应我，嘿哎，我有阿母啊哦，我有阿母啊啦。我阿母啊哦。哎，阿母啊，喂阿母啊，喂，哎呦，叫着足好诶！10多年毋捌叫着阿母啊，叫着足好诶。阿母啊，囝甲你磕头一下。哎呦，唔是磕头啦，啊，是翘头，翘头啊！是啦。哎，对，阿母啊，通我教是足好，我甲你翘头。乖。哎，阿母啊，喂，阿母啊哦，哎呦喂，阿母啊，我这个乖囝诶，我头起面咯，阿母啊，小下你，这分明是车的哦，啊，地哦卡的，要人家亲本讲是拄好吧。囝要爱你，紧回家里。呀！哎呦，恁都较细哩诶，阿母啊，喂，你较当过猪无吼？哎呦，戆囝，你哪会讲安尼？无啦，我是讲拄爱了无时间疲落诶。哎呦，咱要转，你一寡物件也袂收诶，你知？无要紧，哎阿母啊，转来较要紧，物件小等才收吼。安尼哦，好啦，阿母啊，喂，咱来去转哦。哦。来转哦。母
朱文静啊，巧好干上起主的名义，敢讲这是大家？伊无迄性，才好母亲啊来轻声。阿母啊，阮乖仔留伫遮，叫我转来收，啊，物件要摕转去。我活在世间哪有啥路用，不如的随命，哎呦，险险啊无死着伊，煞死着我。哦，哎，姑娘啊，你若要跳落，这安尼跳落会死呢？姑娘啊！啊，咱今仔是什么日子啊？出门全撞着一寡爱靠神。哎，姑娘啊，啊你7少年8少年就要自尽，是为着什么原因？莫哭啊啦！你毋着甲我讲个详细，我要安慰你，才袂无话题。哦，我知啊，拍算你是死老爸，还是翁仔某咧冤家？哈，是嘞是嘞。哦，大概你是还袂嫁啦，啊，甲人斗阵出问题吼。你点去！见讲都毋对，6月喊开喙臭我。安尼嘛袂用的咧，我若走，我惊会去找死；啊，毋走，我带遮要走我伫当时。哎，姑娘啊，可惜的你嘛甲我讲，咱两个毋则毋免带遮咧扇东风，对无？母亲啊！母亲，你死老母哟！啊，恁兜阁有啥物人啊？可怜，实在是真可怜。原来就是单草剩一个，无伊无我才要来跳河。好心我是都爱加减啊做，但是这办法我是安怎想拢无。有啊！我的阿母兄弟老，我有时爱的输我头，无人看阮阿母伊来自的斗，我不如带伊登阮斗，不如我带伊登阮斗，伊来着有地大，你来阮阿母伊袂孤单，三来阮心通主我，也是来啊是来啊是来是来，我咧是来，我咧无免啦，是毋免啦啦。啊阿弥生来正伴，阿弥那生来正伴。林培叫我皮皮惨惨甲伊讲落去。小姑娘，莫哭啊啦！我甲你参详一件好代志，不如你甲我同齐倒转去，啊，咱两个怎啊来动机？也大打公道，
毋是话讲剩5岁哦。小姑娘啊，你误会我意思啊呢？我要招你倒转去，毋是要做夫妻呢，是讲甲我甲阮阿母啊，咱三个人来当。啊，那毋对就对咧。哦，互阮阿母啊做女儿啦。讲伤紧啊！原来是安尼，安尼，我着真失咧。哎，袂啦袂啦，要怪就怪我家己啊！好心办无好代志，一句讲都袂晓话。伊佫讲毋对啊，阮，一句话都袂晓讲啦。话都讲袂圆啊，免讲嘛有人甲我塞喙边，应该啦。这位大哥，你是讲？我是讲，恁阿母啊已经死，阮阿母啊失女儿，不如你就甲我同齐倒转去，咱三个人通我来赌。如果遐仔讲毋对，那这含万年啊！我打孤单。喂，叫我呀？是啊。叫我大哥？你唔同意啊呢？啊？也记连大哥，你无嫌弃，我愿奉夫成啊，失去的安基。对啦，对，是叫做安基，唔是当基，唔是当基。啊！我8岁配应该啦，无法度啊！细汉也无读书，我阁无爸仔母教示啊。并且就是大哥。妹啊，一个小妹。大哥。啉一个小妹啊，大哥真欢喜呀！咱你同回家。去安基啊！皇上下圣旨，套眉大过世。老兄，我问你，问我啥代志？为怎有一粒小小的珠啊？我劳军当中啊！嘿嘿，迄当年检菜有一因，菜头一张。内容你知影？要无你嘛加叫我讲者，互我听。哎呦，迄讲着做人若要起衰啊，迄政府啊，伊会生菜瓜，啊，唔通用头毛要起火，死到食老会连回。啊是有影无影？你慢慢要讲，互我惊。你唔通唔信啥？若无老命会去困草坪。唔管关系偌厉害，所以你尽量讲，互我知。话啊入去我的耳仔内啊，我的嘴卡目过米苔。你真是袂黑白讲出去。你唔相信？
也无我照做互伊听。我若讲出去吼，我行对个菜园仔过，去互迄苍仔要甲我毒死；行对树仔骹过，去互树叶甲我跌死。恁嘞，迄苍仔尾爱毒死人，树叶爱去跌死人。恁就讲你若讲出去，去互鬼啊、魔法啊、魔神啊，甲伊掠掠去死啊就好啊。莫啦，我莫讲就是啊啦。对啦，啊，但以后的莫讲，啊，即马详细你听我讲。哦，大概时间11年前，迄万岁爷命人摕黄金咧起外国，换来一粒夜明宝珠价值连城，日时头伊会发出五彩金光照风景，到暗时伊会火光灿烂，厝内个面点点。那安尼哦，我一年探天哦，迄火顶钱就省袂少啊。万岁爷得到宝珠心大爽，五更早朝亲下圣旨通知将位大臣18王公。要哪有18王公啦？不是，迄是大臣王公。太祖日后若要继承大统，都爱带宝珠，才会当坐上龙椅。当帝王啊，迄个世间杨娘娘，是毋是杨相爷因查某囝？对啊。啊，因查某囝是安怎样啊？伊听到消息，歪心动，走去甲万岁爷，迄个枕头前，甲圆圆圆圆、细细帅帅、五柳车上讲，细声话，拍大起咧耳孔边，黏黏闹闹个塞奶啊讲，哎呦，万岁爷，你嘛将宝珠寄予阮西宫。迄万岁爷听到这句话，心在嘴无讲，暗暗阁起风风。伊知杨娘娘会为夺宝珠，兴风又作浪，太祖必会明手用意想，暗自阁做难防。万岁爷知影问题日后会严重，将宝珠暂时寄于大臣当兵中。杨相爷事机不明，何以知影？如果伤害了当大人，讲伊假还帮国有来往，摕宝珠献落伊还王。杨相爷可以兵权在手，亲自带兵去扫动，害死了当大人，并将当家财产拢抄风啊，拢抄风。可怜，咱讲无唔对，中是咧死大生啦，才是有影。是讲这代志遮尔大条，啊万岁啊，敢会放点点嘛？哎呦，杨相爷权大真主，皇帝嘛无伊的法。听讲董夫人带囝摕宝珠去逃走，行风不明。最后万岁爷破一个病，大个，这大个啊，破病啦！哦，万岁爷破病，万岁爷破病，唔就叫殿下太子去来登基啊？对啊，万岁爷嘛要太子接位，不过杨相国出面来反对，讲太子若要坐位，就要有宝珠，若无啊，要互外孙接位。哇，那就拖死人咯！哎呦，杨相国目前虎军搞动满调来，人多声大，万岁爷嘛无伊的办法，伊毋则叫咱大故事，要找这个宝珠倒转来。什么人若献宝珠，要封伊做大官，坐大轿，徛摆摆行路出力摇，杨过美酒四味酒，要互伊啉饮甲食烧。无逐日吼，有一天我行路啊去跋倒去，捡这个宝珠，嘿嘿，老兄，迄个时阵咯，我会点你，多谢啊！免客气。恁呢？你会去捡宝珠？
困往困卖做民忙啦，你还捡着凉水珠。老爷，啊，你讲困，我才想到，我真凄惨。阮某昨昏倒去后头厝，放一个囡仔2岁，互我顾，昨暝甲我吵规暝，拢无困着。讲着困，我目睭皮玉要甲拖起来啊！也无互你顾死啊，我先来困。囡仔会甲你吵。啊吧，啊吧，啊！嘿，啊，讲困就困啦，啊，要困，大家来困，我敢会困死你？哦，走啊！我的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大小妹，讲来实在真羞愧啊！原来是这山个无地吹哦，也互我挑灯啊来归家，请灯家中来归家。自从厝内加两起，我逐工拍拼加刣猪，虽然人欠心欢喜。欢喜一家会团圆，阿母啊食留身体虚，我做囝儿都有张持，去卖四神甲莲子，互阮阿母啊食开皮，小妹啊生水个人伶俐，可惜3000无入时，3顿2月到补市，家父互伊做新衣啊，做新衣。要我煞买新件哦，金丝丝也买水棍加胭脂，想买替伊来拍手指，也可惜唔知镜头啊，我大气。我就赶紧行紧转来去，因咧等我食饭才袂枵过机讲。我这项代志煞放袂记。小妹仔讲要替我请新的，叫我买纸转去护骹底。我即阵啊关店无人卖，我是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迄边墙啊，搁搭一张哦。这张甲听转来都用个画下油，赞赞赞！摕转来厝诶，转来就免惊无窗娘啊！转来。老爷记起来了，来啦！卖吵啦！啊，你走，红粉红吃去啊啦！红粉高甜用吃的，这酒也无骗你，记起来啦！好你吵！叫你别困，你给我困！啊，你干嘛来困？你别出来啃我！